爱马仕包一直都是许多国内外女星喜爱的包款。先前为百亿富商纪晓波生下一女二子的40岁艺人吴佩慈，在演艺圈中爱马仕包出了名，外传她一年至少会买5至6个名牌包，就连女儿不到1岁，也让她背着要价12万元的爱马仕包出门。男友甚至拥有947亿的皇宫，奢华程度非老百姓能想象。据《镜周刊》报道，吴佩慈多年前就开始搜集各式各样的爱马仕包，身边至少有10个以上，最贵的超过250万台币。她曾经透露，一年至少会买5至6个名牌包，而女儿小蕊蕊不到1岁时，也被直击背着要价12万元的爱马仕包出门，堪称宠女无极限。先前吴佩慈还曾晒出到男友家在塞班岛经营的7星级饭店博华皇宫视察的照片，该饭店以皇宫为原型设计，斥资31亿美元，约合台币940几亿元打造。就连女儿4岁时也曾向吴佩慈表示，想穿上最美丽的公主装，邀请朋友们到博华皇宫里玩，因为比迪士尼的城堡更漂亮。